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坛性骚扰的风波是愈加愈大条，无分党派拢相关的案例。先来看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嘛，互点名，过去捌甲选民性骚扰。有一个男子伫咧面册来指控，讲8年前伫咧公开的场合，互何志伟甲磕着身躯，甚至佫伫咧手骨头来写下着电话号码。何志伟昨暝紧急来发声明，为家己无心的动作造成对方的困扰来道歉。副总统赖清德面对着民进党内性骚扰的风波连环爆，是再度出面来表示，讲会秉持着一贯的原则来处理，严肃来面对着每一件性别平等的事件。对，我帮你争取发6000，然后又帮你省500。甲选民治安全部啊，经过头壳甲大大的，民进党立委何志伟甲选民握手博感情。连我即马党内有性骚扰的风波，伊嘛卷入其中。一个查甫人伫面册指控讲，伫8年前，何志伟伫社开讲活动结束后，一直甲大家的乡亲握手。看到伊的时，哪讲话哪磕到伊的手骨，甚至摕出原子笔伫个正手骨写电话号码。这个情形，何伊当时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我们都是朋友，所以能够理解说他对于朋友之间可能就比较热情，可能他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分际上有一些是过于热情了。那对于很多陌生的人、不熟悉的人，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自在。也许有时候比较热情了哈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至少我在跟他的互动里头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意图想要对谁做出这种什么性骚扰的这个行为。为过去的互动，无感觉有类似的感受，无分党派，伫立法院好朋友拢出面替何志伟讲话。何志伟是透过声明强调讲，若是无心的动作造成对方的困扰，正实力未来甲民众互动会修正。如果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解决问题。严肃面对每一个人所发生的各项性平的事件。有问题就解决问题，这是总统府内某一位总统府的资政被点名牵涉到性骚扰。府方声明讲，因为人事物拢是总统府的范围，无调查权。世界级的笑话，他有正风室正风室不就管这个吗？总统府的资政啊，他是不是有确实是每一天需要去上下班？哈，如果需要上下班的话呢，他这符合公务员服务法里面就要接受正风的调查。性骚扰风波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多案件浮上台面，无分哪力，赶紧指挥，就希望讲莫去影响到明年的选情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